是敬拜开始进前，咱先做伙来安静咱的心，邀请圣神充满伫咱的中间。这时，咱要先来做伙来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学了你，咱这时要注目伫你的面前，专心专灵拢献互你。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主来帮助咱，因为咱的天父时时都会甲咱同在，是咱做伙开声来为着家己的需要来向主来祈祷。主要听他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将阮家己的需要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你帮助咱，不管是伫下工作，还是伫下学，来让用主你所这些都来行，求你帮咱，甲我之间的关系。感谢甲学乐，感谢上帝伫即礼拜的保守甲带领，感谢伊伫咱有需要的时，拢帮助咱。咱即时做伙来向主来献上咱的感谢甲学乐。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为阮准备未来的道路，也感谢你伫咱有拄着困难的时，能听阮的祈祷，也应允咱的呼求。主啊，感谢你陪伴伫咱的身边，也所安排的一切。主啊，你是公义、主甲永远的上帝，咱要学乐亲像你，做着你公义、到永远。我们感谢你，就是我做的所有的第三，咱为教会来祈祷，求主帮助教会，调做一个属灵的教会，互咱能更较入捌主，甲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嘛为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帮助富强人有较无真理的心，愿意互受造就，热心传福音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咱将咱教会拢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教会，调做一个属灵的。
健康，来帮助来祈祷。保守看顾今日的礼拜，能有信心充满伫咱的心中，嘛为今日有无事所要勉励话语来祈祷，求主安静咱的心，互咱能做伙来领受的话语，来做伙为今日的礼拜，甲有无事所要勉励话语来帮助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愿你就光照伫今日礼拜。兄弟姊妹，为做顶起日，咱不管是顺境也是逆境，拢嘛来学了咱的主。
掌管一切的主，咱们来做伙来学乐感谢伊的名，直到万世代。唱圣诗38首，学乐全能的主上帝。学乐全能的主上帝，造化的大君王，伊做你大归来拯救，你着学乐尊重。听伊的路，着真理的圣殿，甲我甘心欢喜情节。学乐万有的主上帝，愿你实在记。保护照顾你袂受害，乱流的主福气。你行无过，心内所隐无的事，照伊命令你着受事。着学乐主互你工作，希望搁保护你。伊的慈爱甲怜悯，阮当常常挂顾你。定心来想，主若做你的朋友，全能的手会辅助你。我着真难学乐提拔，学乐伊大权能。世间情人拢着做声，学乐伫伊面前，吟讲阿妹。
哈利路亚！阮感谢俄勒天顶的主，阮的上帝，因为你是全能的主上帝，你是造化的大君王。阮有这个福分，真做你的囝儿，伫今早起，阮同心组织伫遮，为着要用吟诗、用俄勒、用感恩来称颂主，因为主你的听无限伫阮的中间，互阮有这个福分，受你的固守。受你的引带，互阮通有这个福分到你的圣殿来敬拜阿罗你。感谢主，阮今仔日真欢喜有影子西罗亚盲人合唱团伫阮的中间，因要用生命的诗歌来奉献伫主，将见证分享伫阮，也将你的话来勉励阮。拜上帝，感谢你，互阮顺遂经过风台的消息。总是无拄着伤害，阮感谢你的听。愿阮今仔日伫遮聚会敬拜，阮毋但献上感恩，也阮对主领受着天顶来的祝福、恩典甲快乐。阮知影，真侪你的囝儿是何等的宝贝，何等的恩典。愿圣神伫阮中间，互阮下礼拜一切有主你的保守，逐个人拢平平受着造就。受到激励，甲受到祝福。我要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行，伫地里是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各位兄弟，伫咱开始礼拜的停事，牧师先来做一个欢迎吼，甲请安。咱今仔日特别这个主日，真感谢主哈。咱有对台北咱的相连教会，就是咱进前蔡牧师现在牧养的教会因有一个足特别、足有恩赐、足受祝福的合唱团。叫做西罗亚盲人合唱团今仔日呢，因为因即几日落来伫南部所以就安排会当伫今仔日下礼拜日伫咱中间2场的礼拜，带咱做伙敬拜，特别用因上帝赏赐因恩典的诗歌来分享互咱，用主的话要勉励咱，也要做见证咱先来欢迎就是咱杨新做牧师甲咱遮的团员，以及遮陪伴的同工，咱拍拍欢迎因，用一个拍声欢迎因。好，请坐，请坐，请坐吼！愿咱通过这个礼拜，大家得到上帝圣神的感动。咱把时间来交予咱的师会。启用，请咱三家来启用。启用文第18篇，由我来启，会众来引。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予阮，通互全世界在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生产五谷，愿上帝赐福予阮。祈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伫圣的主日，阮三家聚集伫圣殿。齐声称赞你的圣名，因为你是万军的统帅，阮的主。阮要感谢你，你的恩典甲慈爱，互阮卑微的性命通甲你相拄，搁领受你的怜悯甲救恩。阮要来向你献上感谢，恳求你的信心常常甲阮伫地，互阮对你有渴慕的心，以爱来亲近你。领受你的话语，来成做阮生命的快乐。荣耀的主，
当阮伫你面前检测家己的时，阮有看起家己的欠缺甲软弱，恳求主赦免阮，洗净阮一切无好的心思意念，嘛恳求你开阮的心内的目睭，互阮看起家己的不足，愿意来承认家己的软弱，日日经历你奇妙的恩典甲救赎。听阮的主上帝，感谢你祝福富强教会国牧区所推动的幸福小组宣教事工，互众兄弟姊妹有份伫你的圣工借着服侍来享受听人亲像家己的美好，也借着牧者甲同工的带领，大家同心合意，伫上帝的保守甲看顾的面顺利来完成。伫即礼拜开始，大家同心为着这年底要接受洗礼的灵魂，甲咱所听的亲人来敬祭祈祷，恳求主听阮祈祷的声，祝福者要备办心要受洗的亲人甲朋友，来领受即份属天的恩典甲祝福。即时恳求你的信心甲阮同在，开阮的耳孔甲目睭，互阮用心来领受你的话语，祝福杨牧师今早起所要传讲的信息，甲相连教会因内的西罗亚蒙林合唱团，用生命唱出感动人的诗歌，互阮众兄弟姊妹搁一届得到造就甲激励，将今早起的礼拜恭敬交托伫主你的圣手，求你掌管保守。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即时学了，咱邀请西罗亚蒙林合唱团的诗歌见证。下牧师、各位牧者同工，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特别带领台北相连教会的西罗亚合唱团，伫即届，阮是昨今日到明仔载会来灵修会吼，有特别安排今日主日伫咱富强教会和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做伙来学习上帝。我想这是上帝互阮真大的恩典，感谢上帝赐到即款的恩典伫阮中间。因可能需要淡薄仔时间调整位置啦，吼，所以我先小可来介绍西罗亚合唱团。西罗亚合唱团是一个真特别的合唱团，吼，咱看会到因大部分的成员是视障朋友，吼，有的是全盲，有的是较弱势，吼，拢是视力较无介方便的视障朋友。这个合唱团是1989年成立。1989年，所以到今年应该是35档，第35档。拄开始的时，是因为教会内面有一撮同工，因看到讲视障朋友、视障朋友因的生活其实有真侪限制，真侪无方便，所以教会就来成立视障关怀基金会、视障关怀基金会。嘛通过设立盲朋友查经班，甲西罗亚合唱团来正做因的帮助。伫即个过程内底，西罗亚合唱团因的成立是因为因虽然目睭无介方便但是因伫因的学习的过程内底因的歌声因的音乐的部分有真侪上帝互因的恩赐，所以因就特别甲因集合起来，成做一个团队做伙来服侍，用诗歌来服侍进教会进兄弟姊妹西罗亚合唱团的服侍。
伫疫情进前吼，阮的服侍的重点是其实是伫监所吼、监狱内底吼、监狱内底。我问咱在座，你有入去监狱过？举手一下。去无一定是关啦吼，有可能去参观吼，所以阮想在去啦吼。监狱内底迄个环境，其实是咱真恶的想象咯吼，咱也无去过人真恶的想象的一个所在，是一个无愿望无希望的所在，真死气沉沉的所在，会使安尼讲啦吼。但是愿望通过西罗亚合唱团用诗歌、用福音的信息带到内底，来成做因的帮助，成做因的祝福吼。像是我受邀请到国教会、到学校病院吼去做一撮诗歌的见证甲分享。愿望通过这真水的诗歌，会当来分享福音的信息，将上帝的听和侪人做伙来分享吼。好，今日因会带来几首的诗歌，和咱做伙来分享吼。第一首的诗歌是伫这时刻，咱着快乐。伫主日的早起时，是咱基督徒做伙组织来敬拜上帝的时阵。我毋知咱即个时阵，咱的心情是啥款？是足欢喜，也是足无奈、足困无饱？我想应该是爱足欢喜，对无？咱要来听咱的上帝，见一个遮尔重要的对象。对咱来讲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时刻，哈！咱就用欢喜快乐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来朝见咱的上帝。咱做伙来听这首诗歌，伫这时刻，咱着快乐。伫这时刻，咱着欢喜快乐，朝见上帝、敬拜上帝是咱欢喜快乐的时刻。歌词嘛，甲咱讲，基督徒的欢喜、基督徒的喜乐，毋是讲咱足顺利的时咱才欢喜，拄着苦难的时，咱有法度欢喜无？真困难，总是
倚靠上帝，咱有气力通安尼做吼。因咱知影咱的性命伫上帝掌握内底，毋管咱伫顺境逆境，拢有上帝稳定甲咱相伫底。咱拢是上帝所听的囝儿吼，咱永远有即个真宝贵的身份，永远袂失去。第二首的诗歌，毋免惊，耶稣伫遮。咱因为做伙合唱哈，还有一部分的独唱的是梅芳姐妹哈，咱做伙来听这首诗歌，毋免惊，耶稣伫遮。风雨无论遐大，总是会落山。海鹰搁较向面，总是会平静。伫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路顶伊无止，要我的灯火伊无拍熄。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
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伫咱人生的道路顶面，咱坐少加减拢会拄着困难，拄着挑战的事。总是我想，咱诚做基督徒，诚做上帝今日一个真大的祝福，就是耶稣伊应允咱，要诚做咱的陪伴，要陪伴咱行过人生的每一个路站。所以，当困难挑战来的时，咱加减会惊啦吼，但是毋免惊到绝望迄个程度。上帝甲咱相爱伫地，耶稣要帮助咱，陪伴咱赢过人生的风波、人生的挑战。我靠上帝，互咱有气力面对人生的种种困难，也伫这困难内底，咱加倍去经历着上帝恩典甲咱同在。接下来一首诗歌，一首感恩的祈祷诗哈。感恩是基督徒真重要生命的特质。总是要时时感恩，毋是遐尔简单吼。特别伫困难挑战来的时，要搁用感恩的态度来面对，其实毋是遐尔简单吼。咱要做伙通过即首诗歌，做伙来听，要安怎常常伫咱的生命内底用感恩来向上帝来献上。咱做伙来听一首感恩的祈祷诗。
咱就常常用感谢来到上帝面前哈。像有人咧问讲，要甲上帝感谢啥吼？拢毋知要感谢啥。什么会爱感谢？其实咱生活、咱生命内底每一项代志，拢是值得咱学乐感谢吼。咱的生命、咱的一切，拢是上帝所赏赐。所以，当上帝还阁互咱有活命一日，咱就为着咱所领受的一切，用上帝来献上感谢吼。感谢会当帮助咱的生命，往一个较正面积极的方向去看吼。你若用埋怨、用抱怨啊，你的生命可能真侪苦毒、真侪会无好势。但是你若向用感恩、用感谢的心来面对咱生命内底每一件代志，知影有上帝带领，安尼咱的生命要真无共款吼。接续因要用祝英姐妹林祝英姐妹伊要带来葫芦丝的演奏吼。葫芦丝是一个真特别的乐器，我想咱真侪人可能拢毋捌看过啦吼。咱等下伊会用葫芦丝来演奏吼，伊要演奏的诗歌是何西伊哪久哪甘甜吼，咱做伙来听吼。
服侍伊哪久哪甘甜。服侍上帝，其实就是将上帝予咱的逐款的能力、逐款的恩赐，用来服侍众人，诚做众人的祝福甲帮赞吼。咱看见西罗亚合唱团的团员，因大部分是应该全部拢视障朋友啦，吼，有的是全盲，有的是弱视吼。因的困难真大，总是因无因为因的困难的家己封闭起来吼，自怨自艾啦吼，因愿意将上帝赏赐予因真水的歌声，通过诗歌的分享，和大家来分享吼，也通过安尼将福音的信息带到每一个人的心内。因除了会晓吟真好听的诗歌以外吼，因几若位嘛拢有会当学乐器吼。恁感觉视障朋友学乐器有困难无？有简单无？我用我家己的例啦吼，我细汉厝里妈妈要我教风琴，风琴毋是钢琴吼，迄阵是风琴就是脚爱搭吼，你手爱弹安尼吼。我迄阵学袂起来，学一阵仔就放弃啊吼，你毋知啥物原因？我手含脚无法度同时叮当，脚若叮当手就会定去吼，手若叮当脚就定去，所以学袂起来吼。真若有钢琴，可能会较好学些看吼。要学一个乐器，其实真无简单对视障朋友，因目睭看袂到，视力有限制吼。要学一个乐器，真正搁较困难吼。阮其中有一位伊是扭大提琴吼，咱知大提琴，迄个姿势真重要吼。你姿势对，你扭出来迄个声才会对吼。但是伊看袂到，伊要安怎学姿势？你想看觅？伊着爱老师扭伊的手，安尼一个去感觉吼，对一个音爱用对一个姿势，用偌济力道去扭安尼吼。所以视障朋友因要学习做代志，要做真济咱感觉足简单的代志。我举一个例，咱大家拢爱食饭对无？视障朋友食饭其实无真简单吼，需要有人斗相共吼，真济困难爱去突破。但是当咱有愿意的心，愿意将上帝予咱的献出来，来服侍上帝、服侍众人的时，上帝就要通过咱来做真水的工吼。好，接煞有一位陈东华兄弟吼，陈东华弟兄，伊要甲咱做一段的分享，生命的分享。接煞伊嘛要用一首诗歌，和咱来分享吼。我将时间交予东华弟兄。各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感谢富强教会，予阮有即个机会来甲大家三甲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我要分享进前先大家来祈祷。请天父，阮感谢你，求你的灵甲阮每一个人同在，予阮讲的、听的，拢平平得到你的激励。安尼感谢恳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我今年65岁本来是要互恁摇啦。我是讲摇济，我的目头较夹；摇伤少，我会安尼，哪有可能较少年啊？所以我规矩我家己先讲，我今年65岁，这毋是重点。65岁就进入咱老年啊，对无？是毋是？所以老人拢爱讲过去。所以我即摆就来甲恁讲我的过去，互恁听。多谢。多谢有互我即个机会。我细汉的时候，双重的人格。我伫细汉我伫惠民盲校，惠民盲校是用基督的听所设立的一间学校，你遐用爱的教育、听的教育。虽然老师嘛会拍手无乖考试考无好，有来拍骹床。拍手底毋过事实上就是用上帝，互老师的听，伊从的听来互阮遐有真好的信仰的教育。毋过迄种细汉的时候是当作咧听圣经故事，讲敢若足爱听故事而已，没有信仰的那个层面伫遐。所以细汉的时阵，我伫学校，因为我是弱视，小可有看。李老师的头前，李老师的那个眼中我是一个乖乖牌，足乖的学生咧。同学甲同学之间因为我弱视，全盲的较济，
拢讲啊，东华，你帮我创啥？你帮我创啥？我都没有第二句话，拢无第二句讲好。啊，老师叫我创啥物？讲啊，你若是做较打扫厕所啦、扫地啦吼，我拢无提示，拢无一个就讲好。这是我的学校，就是一个乖学生啦。吼，啊，到因为寒暑假拢爱规定爱返去厝。吼，啊，我要讲我要返去厝的，我大先爱感谢我的外妈。吼，我的外妈，到我伫外妈小学开始住到17岁，拄我毕业啊去做食头路时才离开阿嬷遐，所以阿嬷伫我的心内永远拢刻条伫我的心内，拢是阿嬷的形影，伊的声。吼，啊，我细汉的时拢住伫遐。啊，甲我的小舅舅，就是讲有三舅跟小舅，因为他们双胞胎，啊，加我3岁尔啦吼，啊，阮拢做伙大，啊，所以阮拢无叫阿姑啦，啊，拢叫名，啊，我上会记得阮阿嬷拢甲我讲啥子，因为我的小名，阮遮可能有人甲阿姨拢叫我中迄个阿东啊，阿东啊，你迄无大无细，迄爱叫阿姑。我讲好啦，我知。毋过到我17岁吼，离开迄个就是开始食头路时，拢伊共款拢叫名啦，吼。啊，这是我一个小趣事，所以我拢会记得阮阿嬷咧甲我讲的话。啊，我就是细汉的时啊，阮妈妈甲我送去外妈遐住，啊，我所以。心理有无平衡，甲你学校完全无共款。吼，阮妈妈若去阮阿嬷遐时，外妈遐时，我听到伊的声来。好天的时吼，我走去迄阵也袂晓徛较细汉袂晓徛骹踏车时阵，走去远远，连食中昼嘛无转来。因为我知影，因为古早咱庄脚车帮较少伊固定迄庄脚所在，车帮固定几点，我大概知伊几点会走。我才有转来，啊，若落雨的会晓骑脚踏车的时吼，就骑脚踏车去到足远，去到阮远远的田遐去，啊，共款坐到伊要转去时间才转来。啊，若拄着落雨天，我就是看到棉被底，啊，阮阿嬷咧叫我食饭，我嘛拢我袂枵，拢眯起来，就是故意不跟我的妈妈碰面，吼，因为我心内就是有一个郁卒。我就是娘不疼，吼爹不疼娘不爱的囡仔，所以伫庄脚的时吼，我是一个被厝边拢讲我这个囡仔吼，算足要安怎讲？即摆安怎讲？就拢足稳当的，门拢袂叫，啊，我袂主动叫人，我敢来主动叫阿嬷，啊，叫阮迄两个小舅舅的名，安尼若要找其他的我都。因唔知讲，啊，你毋是有看，拢歹叫。我其实知道，我听到声音，我咪就因若甲叫，我甲应者安尼尔。所以我是变成两种的。你也好是乖囡仔，啊，伫厝就是一个叛逆，就是无人听的囡仔，因为我就是个性完全都拢这个囡仔呢不可理喻种，无人要插我的囡仔，所以会越变越。在家里就是不喜欢跟人家讲话，上欢喜的时间就是甲阮两个阿姑吼，做伙去牵牛、饲牛的时阵，啊，做伙遐饲牛囡仔，做伙耍安尼。啊，饲牛囡仔若欺负我，阮三舅还是小舅，有当都一个带我去牵牛的时，因会甲我照顾，啊会甲替我甲因修理安尼吼。啊，甚至我若无欢喜，就甲因牵石头吼。可是我回转来是互骂啦。因为我较大汉，因他们比较小一点，啊，我拢甲因牵，若互歹运，互我牵着，啊，就打阮阿嬷咧吼。啊，毋过我是因无讲是讲伊拢骂我，以前现在我们是不会啦。阮即摆拢家己讲，阮家己都青眉。较早听着因讲青眉囡仔，我们就会很生气，咱就足受气。这是我细汉的过程，吼。所以到我30岁吼。拢无叫妈妈，连叫妈妈嘛无，啊嘛毋捌去阮，绝对去阮外妈遐过年，啊毋捌去阮母啊遐过年，吼，啊
就是到我1998年是双年教会要照顾，要有这个意向，要照顾盲朋友，所以要成立一个盲朋友的团体来甲阮照顾。我感谢上帝，互双年教会会听，双年教会才会友，互阮盲人有一个这机会来遮受造就。我伫遐参加查经班，参加联谊会，所有种种的活动。反正你参加西罗亚，我已经拄开始有西罗亚，我就参加，即嘛算我变老乌啊，吼、是西罗亚的老乌级的。啊，毋过伫遐就是有受造就，有圣经信仰的造就。伫遐开始，圣经有甲咱讲，你10条解讲，你爱友好你的父母。迄阵啊，我家己嘛已经有结婚，有囡仔。想想诶，圣经教咱讲爱友好父母，我若已经到30岁啊吼，连叫妈妈都无，这实在是应该无应该。我这是心灵的创伤。上帝教讲爱放弃，爱放下你以前的气愤、愤怒、生气，爱来改变。你即马是有一个信仰的。因迄阵啊了，我有参加造就有当过查经班的对小组长、副班长、到班长、到团契的整个团契的会长，拢已经伫遐来受造就，来学咯学习唱歌，所以我就安尼有受感动，有受改变，我。过来开始，我就是会去我妈，去阮妈妈遐，甲我同母异父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围炉。到下暗，我再搁坐车，甲去阿嬷甲小舅遐围炉。等于我去围炉2摆，迄是一种心情完全的开放、开朗，袂搁像以前安尼遮尔郁卒。伫遮参加西罗我以前毋敢徛伫遮头前啦唱歌讲话，这拢是伫少年教会所互我的造就，会伫遐来训练。我伫遮也足感谢阮的朱安美老师朱安美老师，阮遮拢无看伊要安怎教，伊嘛是用伊的疼心、耐心，伊当时袂晓讲是伊来。摸我的肚子，然后看怎么撑，我的嘴型，伊个互阮蒙喙呢，是遮，我就想，我今仔我都徛伫遮我真经感谢朱老师遮尔用心，遮耐心，像阮大家拢想要讲唱较好的啦，我这尽量安尼所以我搁一遍感谢因为上帝听，上帝听少年教会所有的会友，因将因的听来分互阮盲朋友，所以自较早咱台湾的政府较无对这个残障这块真个无重视，也是对阮咱教会开始来发起，所以即马咱的社会福利会做愈来愈好，嘛是拢咱基督教咱教会的力量。我想咱每一个人拢是基督徒，所以咱就爱行出基督徒的形象。咱每一个人拢爱来做西罗亚，好不好？西罗亚就是红车肯，我想咱每一个人若是拢西罗亚，咱200个会友就200个西罗亚，毋是干那阮一团西罗亚尔。所以咱每一个人拢爱行出来，爱行出来教会，行出来社会，行出社会来，甲咱每一个人的温数，就是我头讲的朱老师的温数，伊就是足后唱歌，伊是声乐，爱甲阮教。阮才我今仔日徛在头前，甲大家参加来分享诗歌。所以我即摆今仔所讲的，就是讲，咱每一个人拢爱来做西罗亚的一份子。阿免吗？阿免。好，我即摆来甲大家来三甲来分享。主啊，我情愿，我想咱每一个人拢情愿来做西罗亚的一份子。阿免。来。主啊，我情愿；主啊，我情愿。主啊。
我情愿献上一切所有，故作世上生活，为着要得着你，主啊，我情愿举起十字架来，甘愿用在享受，甘心滚地里。主啊，我情愿顺服你的旨意，接受大项试炼，一生要滚地里。主啊，我情愿为着你的爱情，牺牲一切所爱，永远属于你。只有你是我所爱，只有你是我所想，只有你是我所求。亲爱主，若是你，我就拢情愿。阿门。亲爱主，若是你，我就拢真愿。互人感动的生命的见证哈。我想伫咱过去的生命内底，可能拢有无完全的所在，拢有遗憾的所在哈。咱可能无法度过去，搁转去较早来做一撮改变，但是通过咱的信仰，通过上帝的气力，咱要有气力继续向头前来行吼，往一个搁较正确、搁较受祝福的方向来行。我想东华弟兄吼，伊的生命的见证。等于认捌上帝，含上帝有好的结连了后，伊就得到真实生命的气力，吼，较赢过去，才会无完全，才会欠缺，也通过伊会当成做侪人的祝福甲帮助，吼。东华弟兄伊是一间按摩店的老板，吼，所以通过伊的按摩店帮助侪身体疲劳吼需要放松的人，吼。嘛通过伊的按摩店帮助真侪视障朋友吼，因会当有好的工作、好的收入，会当维持因的生活哈。我想咱每一个人生命拢毋是完全拢毋是100分哈，但是只要咱愿意将上帝互咱的，将咱所有的献互上帝来使用，上帝要伫咱的生命内底成就迄个真伟大、真奇妙的作为哈，是咱所无法度想象的哈。好。接下这首诗歌叫做《眼光》哈，是华语的诗歌哈。那有人要听因来唱《眼光》，伫咱的生命内底，咱要安怎有什么款正确的眼光、正确的眼光哈，来看待我们的生命，看待上帝的引导与带领。好，咱做伙来听这首诗歌《眼光》。黎明早已在
愿信心成做咱每一个基督徒的眼光咱看世间的代志，咱无去用咱过去的经验，用咱家己的想法去看，咱向学习用上帝的眼光，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咱所拄着每一项代志，拢有上帝美好的计划，拢有上帝要伫咱生命内成就的计划。最后，今日最后一首诗歌给怀疑的你，犹原是一首华语的诗歌我毋知伫咱的生命内，你捌怀疑过无？加减对，嘿，问遮济解，佫无人，佫毋捌有人举手的啦意思讲，咱加减拢会怀疑济少加减拢会怀疑。伫咱生命内有怀疑的是，咱要怎样来面对？咱要怎样会当赢过即个怀疑？咱的生命哪来哪成长，哪来哪成熟？这首诗歌咱要做伙来听给怀疑的你。
我知影咱今日是幸福小组的福音主日啦哈。我相信咱在座应该有一撮新的朋友，你通过幸福小组幸福小组来到教会哈。我想最后这首诗歌刚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的生命终究要去面对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什么是你生命真正的意义哈？生命真正的价值？生命真正的意义、真正的价值是甚物？我相信咱每一位会当来到教会、来到上帝的圣殿哈，我想拢毋是偶然哈，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拢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上帝的带领。我想咱会当好好来思考，什么对咱的生命真正有意义？什么对咱的生命真正有价值？也愿咱会当用咱短暂有限的生命来认捌这位无限听咱的上帝。互咱的一生含伊三结连，当成就上帝迄个美妙的计划。咱拄则有听西罗亚合唱团因为咱做诗歌的分享啦哈。视障朋友因要做伙献诗，要成做一个合唱团，其实有几个困难点爱突破哈。恁想会到无？第一个困难点是啥？嘿，无法度偷看。咱恁若爱唱 KTV 的吼，你若去唱吼，迄字幕都突然间消失去，敢唱会落？除非你歌作色，无就定去啊吼。所以因无法度看歌词，所以全部的歌词拢爱背起来吼。所以恁可能若专心听，可能有发现一撮字小可毋对啦，正常袂要紧吼。已经足厉害啊吼！我拢甲家己讲吼，迄若我吼。我可能会安尼摕一张来偷看吼，无法度唱吼。第二个爱克服的困难是啥？合唱团通常爱有指挥嘛吼，对无？安尼大家才会整齐。但是因看袂到，无法度有指挥伫头前吼，所以就爱用足侪时间，用足侪精神去做训练、做练习吼，互因会当彼此之间的默契会当真好势吼。我想真侪困难需要咱生命内底拢共款吼，真侪困难需要去克服，需要去克服胜过啦吼。你若放弃，永远都无机会。但是你若愿意，特别咱基督徒，咱若愿意倚靠上帝，互咱的气力，互咱的恩典，安尼咱就有机会赢过即个困难吼，赢过即个挑战。好，咱是毋是要读迄段经文吼？迄个约翰福音第9章的第1到第7，咱读第1段就会使吼。咱读到 PPT 的一开始应该有吼，有迄段第1到第7吼。请我们一起来，恁要读台语吗？读台语，但是这是这台语，好对，反正我看毋对去吼，好，咱做伙来读吼。耶稣伫行路的时，看到一个出世就失明的人，伊的门徒甲伊问：列比，即个人出世就失明，是啥人犯罪？是伊本身，还是伊的父母？耶稣应讲：毋是因为即个人犯罪，嘛毋是伊的父母犯罪，是要通过伊来显明上帝的作为。趁要是日时，咱着做找我迄位的工。日暗时一下到，无人会当做工。我伫世间的时是世间的光。这个话讲了，伊配喙烂伫涂骹，用喙烂敲涂，然后用涂糊迄个人的目睭，甲伊讲：你去西罗亚治洗。西罗亚的意思是奉差遣，伊就去洗，转来时已经会看见。这段经第2段吼，第2段咱有缘读者吼，有咱拍起哩吼。我有将这个代志甲恁讲，是要互恁伫我的内面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毋过着勇敢。我已经较赢世间。约翰福音第9章头前这段经文，就是
在讲西罗亚吼，真侪人听西罗亚合唱团分享了，会问一个问题，讲为什么恁的团名要叫做西罗亚吼？基督徒应该小可有印象吼，因为这是出现伫圣经内底。西罗亚的故事，就是对咱头拄所读第一段的经文出来吼。耶稣通过医治耶稣医治一个失明的人，爱伊去西罗亚地来洗，就得到光明。这西罗亚这个意思就是奉差遣，互上帝差遣出去。所以西罗亚合唱团号这个名，就是希望这个团队会当成做一个互上帝差遣的团队，到逐个所在，奉上帝的名去宣扬福音的信息，互真侪人会当来得到帮赞，得到祝福。今日我嘛要通过这段经文，真简单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真简单和咱来分享，什么是真正的平安。咱基督徒互相见面的时，拢会讲啥？平安，吼，咱拢做惯习啊，对无？平安到底什么意思？哈？平定安稳，咱普通有听讲吼，常在听一句话讲平安无代志，对无？吼，有的人感觉讲无代志，就是平安啦，吼。这是平安的一个面向，无毋对吼。但是我想，圣经在讲的这个平安有更较深的意思，吼，毋是干那伫无代志，拢无拄到歹的代志，吼，做顺利，吼，即款的赞处那定。圣经在讲的平安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吼，生命的状态，吼。什么款的状态呢？这款状态就是讲，和上帝保持一个真亲近的关系，真好的关系，这款的生命状态叫做平安。圣经咧讲的平安吼，迄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叫做 shalom， 咱可能有听过吼 shalom， 我哋讲的这款的平安，就是咧讲这哈。当然平安嘛，佫有几个无共款赞处的意思啦哈。第一题咱头仔讲的连接，和上帝有好的关系，会当得到上帝的同在。伫咱的生命内底，毋管拄到顺境，拄到逆境。咱会当真有确信、真确定上帝和咱伫地，那呢这困难其实袂当真做，袂当甲咱拍倒啦，袂当甲咱拍败哈。因为咱有迄位上界有亏咱的上帝，上界愿意帮助咱的上帝哈。所以当咱的生命内当和上帝有一个好的连接的时，咱的生命要得到迄个平安的状态，要进入到迄个平安的状态内底哈。毋管风雨偌大，吼，咱的心拢会当真稳定。头拄讲的吼，平静安稳，吼，真稳定，袂随着波浪来起起沉沉，吼。平安佫有第二个意思，吼，就是和平的意思。吼，咱平安迄字，吼，咱也用英文讲 peace。peace 一方面讲平安，一方面就是和平，吼。和平咧讲啥？和平咧讲咱和上帝，咱和人。甚至和家己、和整个受造的环境，拢有一个正确的关系，真好的关系，和平、和好的关系，哈。所以平安，圣经咧讲的平安，其实有真深的一个意思，和上帝结连，和人、和这个世界、和咱家己拢保持一个正确的关系。最后，shalom 伊个有一个做更较深的意思，哈。就是代表一个真重要的身份，就正做上帝的囝儿，成为上帝儿女，成为上帝选民，上帝所拣选的百姓，这款真重要的关系，就是用 shalom 来表达shalom 伫 shalom 内底，咱经历到咱正做上帝囝儿迄款的稳定，迄款的平安。虽然基督徒的生命毋是拢袂拄到困难的生命，基督徒会破病袂？吼，咱拢有经验嘛，对一个无破病的吼，也无一个啦吼。基督徒会拄到困难袂？拢会吼。基督徒的生命其实认真讲起来，和一般的人无啥物真大的差别。但是对咱来讲，一个真无共款的所在，就是伫咱的困难内底，咱深深知影，毋是咱家己一个人在面对，毋是咱靠咱家己的气力在面对这个困难，面对这个挑战。因为咱家己的气力拢真有限，靠家己，咱最后就是失望，最后就是跋倒，最后就是失败。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咱知影，伫咱的困难内底有上帝甲咱相甲伫地，有上帝稳定伫咱的生命内底。所以咱虽然伫困难内底，犹原会当平静安稳，
又愿有气力，通赢过这个困难。愿咱每一位伫咱生命的道路顶面，因为认捌上帝，因为结连伫上帝，拢得到这个真正的平安。愿咱每一位真实体验到，成做上帝的囝儿，成过上帝的百姓，迄款的祝福，迄款的稳定。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通常常通过你的话，你着提醒，你着帮赞。伫阮的生命内底，虽然有当时会拄到困难、拄到挑战、拄到风影，总是阮已经有你，互阮上界大的应允、上界大的祝福，就是你要甲阮三个伫地，你要成做阮上界好的朋友，你要牵阮的手，经过阮人生的每一个路站，主阮要全然用信心来倚靠你，用信心的眼光来牵调伫你，伫阮特别拄到困难挑战的时，我们搁较安然来跟对你，来牵调你。阮确信你的稳定，你的祝福要甲阮三个伫地。阮伫困难内底会当经历到你的同在，然后阮的生命通因为安尼搁较成熟，搁较成长。主搁一届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伫阮人生的道路顶面，站站来引带带领阮，相信阮到也用的稳定。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多谢叶牧师用做话来勉励咱，咱搁一遍用一个普声多谢咱的合唱团，甲咱的同工，多谢恁，多谢恁，请坐，请坐。因为咱等的合唱团第二场礼拜要搁复赛。所以咱时间要安尼小可做一点调整，互伊安尼较有效率啦吼。这个时阵我要请执事准备要来收奉献吼。我要带咱来唱一首回应诗，唱首回应诗吼，就是咱俗悉的奇妙恩典何等甘甜。咱咧吟1节、2节、3节坐咧吟，咱执事就随来收奉献，然后咱徛起来唱奉献诗。我来带咱做一个回应的祈祷，咱煞接落去做报告，安尼吼。咱开始唱的时阵，执事就来开始收奉献。咱来吟608首。1节、2节、甲3节。奇妙恩典何等甘甜，叫做自己吹起，牵挂是悲，大地恢恢，奇密大地夸你。这段恩典甲我敬畏，行行变做安慰。这样恩典实在宝贵，我心就得安慰。第3节，经过最最试炼网络，危险要我可通，这我错我寒夜稳当，看我面的翅膀。这是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
为你奉献你所受事，报答我主。咱煞接来做回应的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阮用主你所赏赐，互阮的金钱奉献伫你面前，为着要做你事工的路用。愿上帝恩典祝福你每一个欢喜甘心奉献伫你面前的兄弟姊妹。感谢你通过西罗亚合唱团，互阮美好的诗歌的勉励，特别甲见证。主啊，愿你互阮大家更较珍惜，主你互阮迄个生命的光辉、生命的快乐，互阮熬服侍别人，熬见证，熬为主你来做美好属灵的祝福。愿上帝施恩祝福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通过今仔日的见证，阮大家得到生命的快乐，也祝福伫西罗亚合唱团所有团员甲同工，互因伫逐个所在受造就来为主做见证，互因哪做哪甘甜，哪做哪有上帝你的祝福。伫你面前，阮感谢你无限的恩典，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大家请坐。会众请坐。咱来读即个月的经句，吼。来，咱做伙来读。因为人用心性得到得到义，用嘴唇得到得到救。书第10章第10节报告，即时我来报告。后礼拜主理是夏牧师，司会是王惠琪执事。掀开周报第4页。第2点，今仔日下晡2点要召开定期的小会。第3点，后主日11月24号感恩节的奉献主日。第4点，11月10号到30日21天是咱的禁食祷告，嘛欢迎兄弟姐妹一起来参与这个美好的服侍。12月1号是咱第2场的福音讲道，大家要尽量邀请 Best 来参加。第7项，12月8日主日礼拜了后，要举行咱后年度的事工。以下看牧师有要补充报告。时间的关系牧师做几项的提醒就好吼，就是讲咱伫即个后礼拜后礼拜是咱的即个感恩节的奉献主日吼。咱伫即2-3年来，咱大家已经开始为着备办咱设教50周年的一个庆典。这庆典毋是干那为着要闹热的节目，是咱要推动即个事工的升级就对啦吼。搁为着咱所有遮个硬体、软体方面的改造，所以咱即2-3档感恩节拢专题就是为着咱50周年的事工来做奉献。咱即礼拜已经有甲咱的即个奉献地准备好，放伫咱的教台桌。兄弟姊妹，咱用感恩的心照你的感动伫后礼拜咱做伙为着这项事工来做奉献，这是第一项。第2项的报告就是讲咱小等的礼拜三咱请小会员啦同工来甲咱的即个西罗亚合唱团来甲翕一张相做纪念。实在是爱感谢，会安怎讲呢？咱即边西罗亚合唱团因落来南部灵修啦拄好咱教会魏鹏长老甲因的教会同工是安尼有真深的熟悉。因咧就讲，敢有可能伊来拄到礼拜日因干那家己内部灵修才足无彩，看会当有教会接纳因来做献诗无安尼。本来是讲来唱2-3首啦因为咱本来都有教会聚会嘛，赶紧听到即个消息讲哇，足难听，因为因一团20-30个要刷顶人是遮无简单的，若要安排嘛无遐简单。既然因着家己送来到台南嘛无好甲因安尼使用一个足无彩。所以咱怎教
咱的台湾新人医的主日刷伫顶礼拜，啊，即礼拜就全部时间来，互因来甲咱分享勉励吼。讲到这时间无啥够，就是牧师爱做一个回应啦吼。我都有看到因咧吟诗吼，大家人拢亲像天使的面容，大家有感动无？阿免吼。这个感动是因为讲，若照咱人的标准，因就是有咱台湾话讲有视障有残障嘛，但是因为生命有得到圣神的更新，所以因伫迄个人所看做无够的所在，因发挥上帝所祝福安尼。这互我一个感动啦吼，咱感动讲即个双年教会吼，因用遐尼多的心血甲即个努力来陪伴照顾咱即个团队吼。我看见伊的资料内底吼，有足侪位的同工伫即个所在服侍，除了咱的杨牧师吼，嘛有咱的指导朱老师伫倒，咱也拍无朱老师。搁咱的伴奏徐老师是无？徐老师哈，搁有郭老师敢毋伫遮？郭老师哈，搁有咱的团长咧，团长伫倒呀？来，客人兄。这我搁一个感想，就是讲，其实我伫细汉的时阵吼，囡仔，我有一个任务，就是看阮厝前甲厝后两个阿嬷，目睭拢无看。你著爱做囡仔，甲斗看，伊也乖啊。迄阵会看到即个盲人是啥物原因呢？阮的故乡就是查甫的出海掠鱼，掠全无转来。太太艰苦伤心流目屎，迄是原来目睭光流目屎哭甲目睭青眉。迄阵佫无好的医疗吼。所以我伫细汉的时阵，感觉讲对盲人的迄种特别的即种感情啦，知影讲因若无有咱人的帮衬甲接纳，因可能就是秘伫迄个角落，无人甲因关心吼。我伫高中的时阵，佫有一个教会的会友，伊就是摸一本足大本的，像咱桌顶即本的圣经，伊是安怎？因咧用盲字的迄个点字的圣经也是圣诗安尼。佫到读新人医的时，我嘛有同学是盲人呢。所以，互咱一个感动，咱讲即个双年教会是咱的学习的对象吼，因会当关怀伫社会中间弱势。咱今仔日，咱的盲人合唱团，伊毋是敢若受帮衬的对象，因是今仔日来自救咱，来勉励咱，来做见证。这才是咱看见上帝生命的光辉伫因的身上吼，用安尼甲咱做即个回应啦。我愿上帝祝福咱等下第二场因要唱国语的哦。你若感觉讲意犹未尽就毋免转去留落来安尼，留落来继续听吼。愿主祝福。我这阵短时间呢，特别要来先介绍。咱有一位新朋友新朋友就是咱千丽姐所带来的新朋友，叫做吴婷娜姐妹。吴婷娜姐，欢迎她。佫有一个特别的介绍啦，就是讲咱的文珍姐妹哇，伊今仔日的全家团圆，因为伊的查某囝就是咱的玉轩佫伊的囝婿伫咱名单有陈敏弟兄。因呢专工对美国倒转来，美国倒来要来庆祝周年迄个大祭对吧？大祭安尼。所以即阵咱要因有一个细囝叫做 Jasper，咱要请陈敏，佫咱的玉轩，佫阿嬷文珍，佫阿祖，千位之数。佫参阿姑拢出来，来出来，咱为着因做一个祝福的祈祷，来，请来。这难得啦我就想着讲，玉轩拄牧师7当前来的时阵伊是一个大学毕业的青年，讲要去美国进修啦，美国进修美国进修，安尼7当后伊建立家庭伫美国伫美国的所在所以。特别因为伫美国生活，伫美国工作所以今日专工倒转来，等于小朋友
第一届转来咱教会，咱要为着伊来做祝福的祈祷啦吼。安尼是毋是？安尼来，迄个妈妈来遮，你互伊足自由，我来换伊来祈祷。咱来为着这个细囝来做祝福，嘛祝福成为执事吼，一家四代同堂四代同堂，愿上帝赐福所。咱来为着 Jasper 来祈祷，好可爱哦！牧师祷告吼，好，好，咱来祈祷。神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阮看到成为执事即个世代徛伫头前。接受阮每一人兄弟姊妹祝福，阮实在是满满的感恩。主啊，你带领玉轩，伊伫7、8年前出国来读册，伫遐有真好的成就学习，伫遐毋若是有好的工作，也会当甲村民来结婚，伫迄所在生活。但看见因即个细囝 Jasper 已经度济，专工。全家转来到伫台湾的所在，为着要甲这亲人见面，献上满满的感恩。特别今仔日来到教会中间，为着将这个细囝献伫上帝你的面前，爸上帝啊，感谢你因夫妇细囝伫美国的生活，愿上帝你亲自顾守看顾，互因无论是伫事业的顶面、健康的顶面，以及细囝的成长，拢有上帝你美好的看顾。主啊，台湾人伫美国的社会生活，若是爱有上帝你特别赏赐因的气力、才能甲温素，搁较互因有适应无共款文化的气力。愿你保守，预先因全家伫迄个所在生活，毋若是会当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搁较会当伫迄个所在将着因对上帝领受的温素甲才能。奉献伫上帝你的面前，伫遐来做主的见证，特别也伫台湾人的社群的中间，也会当做美好的见证。阮感谢你通过前卫执事文珍姊妹甲囝儿4岁，全家大细伫这中间，阮求你亲自赐福因，互因伫逐个所在，上帝恩典满满，疼惜满满，祝福满满。求你保守，互因转来伫台湾这段时间。出入拢平安，上帝疼痛，甲因同在。伫你面前，安尼感恩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请同工去场上好，多谢，咱请回座哈，愿上帝祝福，恭喜恭喜。上营，请咱来因上营诗歌，请起立，吟诗煞，请牧师祝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帮赞，常常甲咱大家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密道闭会，今仔的礼拜到这，请大家请安问好。咱真感谢主哈，咱的礼拜顺遂。我要请小会员哈，也是在场的长级，小留一下，咱。